大家晚上好啊！咁今日做下今日嘅一個復盤視頻。咁今日整體嚟講，個指數係行緊一個弱收復啊，由南向資金就繼續承接。咁整體嘅一個指數咧都係收漲嘅。咁南向資金有157億嘅一個連續嘅一個大額流入啊，係一個收復信號啊，咁樣係屬於一個空頭形態上嘅一個高質量回抽。咁樣今日嘅一個存儲一個板塊，仲有半導體一個板塊咧，就係走強嘅，所以都係好似我哋琴日復盤咁講啦，重指數重個股，輕指數睇翻琴日嘅一個收盤回升，暫時守得住嘅，短線嚟講，咁樣整體上個策略嚟講就係參與一個反抽咯，然之後嘅話，今日嘅盤面係有改善嘅。順勢去控制翻個倉位，主線上嚟講都係琴日咁講噶啦，華虹係走咗出嚟嘅，7709係走咗出嚟嘅，恒科呢啲咧就冇辦法啦，幫你唔到，呢啲就難啲，恒科就屬於一個比較困難嘅一個情況，南向資金有一個支持同埋關鍵，短線防守為主，保護利潤。咁今日都可以同大家去講下呢一個恒指其實如果從個結構上嚟講咧，恒生指數咧佢係行咗一個烏雲蓋頂嘅一個結構噶啦。如果從一個黃金分割嘅一個工具嚟睇咧，一個中線50%咧，21000點到23000點咧，好大機會會摸一摸。我哋睇翻上一輪嘅一個加息週期係從2021年嘅12月開始跌，咁跌，真係去到2024年嘅9月份先叫做揾咗個底部出嚟，嘅一個加息週期轉翻到一個降息週期，恒指先開始有序上升。如果佢而家係一個加息預期嘅話咧，恒指就係可能企21000到22000呢個空間先會有一定嘅支持。咁呢個係周線嘅級別嘅圖。日線圖嘅話咧，短線25000呢個位置咧，有壓力。咁今日可以同大家去講下呢一個技術形態嘅一啲解讀吧，因為其實都講咗幾日呢個半導體啦，3986啦，981啦，7709，琴日係有叫呢啲會員朋友3點鐘之後咧去關注翻7709。7709我哋開呢一個晨會都有講，存儲呢一個板塊喺未來12到18個月都係有機會行50%以上嘅升幅，仲有一定嘅預期。存儲呢個板塊係短缺嘅。SpaceX 嘅話咧，都係建議係7月份先考慮參與啦，都係跌翻到呢一個IPO 嘅一個價格，都係講咗噶啦，先拉高，然之後再出貨，然之後等指數基金接，再慢慢上。呢個結構係咁樣一個走。3442可以等呢一個主動基金去接貨。萬威爾最近震盪少少。呢張圖琴晚都講咗噶啦，今日1374行咗出嚟，7709行咗出嚟，建滔行咗出嚟。重點講下嘅話，今晚有美光嘅財報，咁可能對於美股嘅市場會有一定嘅影響。建議上嚟講就係注意翻個倉位，可以減一減倉都唔緊要。咁講下1347，
咁樣就係呢個其實就係講緊就係話呢個均線火車交易法。你睇到5日線同埋20日線喺160蚊到162嘅一個區間黏黏。琴日都係有啲朋友問華虹幾時可以關注啊，可以入啊，其實就喺呢個位啦，都係有俾到位嘅。琴日入咗嘅話咧，今日2日時間都係拉咗有20個點嘅，即係喺162呢個位置計，都有20個點。咁啊7709喺呢個150蚊附近，都係喺呢個均線呢個位置去關注。然之後今日係最低去到60日線130呢個位置，但整體嚟講，佢個日線結構係 O K 嘅，仲係暫時都係 O K 嘅。日線結構企130呢個位置，一個支持。咁喺20日均線之上，日線佢仲係向上延伸，向上延伸。3986我哋再睇下，都係喺20日均線呢個位置750蚊附近，800蚊呢個位置繼續拉升。咁如果要回踩嘅話，可能喺900蚊有冇位俾我哋接？即係我哋係通過呢個均線嘅一個回踩嘅一個動作，去揾一啲比較好嘅一啲買點。咁如果真係破咗20個均線嘅話咧，就考慮止蝕。考慮止蝕。即係我哋輸少啲去賺多啲，就係咁樣嘅一個動作。幾條均線就可以解決到我哋嘅一個買點同賣點嘅問題。有一個結構行得 OK。咁樣你3個86拉升回踩呢個位置可以放多一個黃金嘅一個分割。咁企呢個位置50%，就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買點。高位低位一拉50%嘅一個位置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入場位。睇下仲有邊啲股有分享先？1347、7709、1888。咁樣個拉一個結構，我哋企呢個位置回踩44蚊呢個位置係一定嘅支持。咁呢個位置我哋有均線組合5日線拉翻20日線都係可以考慮關注嘅。呢個拉升嘅一個動作。呢個就係我哋通過個後延去揾到一啲好嘅標的，然之後我哋通過均線組合去揾翻一啲好嘅一啲買點同賣點，然之後去揾翻我哋嘅一個止蝕位，一個關注嘅方向。PBC 啦，PBC 嘅話都係睇到去秋天缺啊嘛，缺嘅話就係買龍頭。即係其實好簡單，加息就買龍頭，唔好買咁多。然之後 PCB 就係屬於成個 AI 產業鏈嘅一個核心。琴日都係有講㗎啦，講咗幾日。建滔點解咁勁？其實佢就係所有下游嘅一個需求，上太空又好，機器人又好，新能源又好，你都需要建滔塊板。有咗個塊板，你先再講華虹，你先再講中芯，你先再講封裝。你冇好個塊板咧，你乜都做唔到。所以咧，佢而家目前嚟講，真係叫做港股市場嘅王者。可以叫做王者，其他真係都放埋一邊。中芯華虹都冇佢勁，因為冇咗佢，你中芯你有咗呢塊板，你先可以講華虹，講中芯，先有芯片。你連塊板都冇嘅話，你個芯片係放唔到落去嘅。所以就係 PCB 點解咁勁咁龍頭。有咗塊板之後，你有個芯片之後再講存儲，再講計算，
啊，所以塊塊板係好強嘅，PCB 係好強嘅，即係匿埋眼回踩，我哋都係關注佢啊，然之後先係有呢一個光模塊，即係長飛美光啊，PCB 係嗰個地基啊，半導體係個大腦，有咗個光模塊去傳輸啊，呢個得返啲數據係存儲啊，所以係 PCB 光模塊，仲有存儲啊，咁呢個周期咧應該係12到18個月。佢個大廠資本支出啊，咁所以我哋有呢條線，然之後我哋去跟住翻啊呢個亞洲半導體個主線啊，今日再更新翻呢一個圖就係加息周期嘅一啲進攻端同埋防守端啊，咁樣啲高估值嘅股票可以減一減，不過短炒嘅話就唔需要理。MU、AMD、英特爾都係我哋可以去核心嘅一啲標的。呢啲之前講過嚇，就係話呢個財富列車交易法就係咁樣咯。啊，揾到一啲好嘅一啲稀缺嘅標的，我哋再揾一啲5日線穿20日線嘅一啲買點。其實做交易係好舒服嘅，唔需要嘢去預測個市場，我哋睇得明個短缺，指明咗個方向。方向指明咗之後，我哋睇回踩，5日線回踩到20日線再上。呢個圖係934蚊嘅逆照創新，而家已經1000啦。而家已經1000啦，佢有冇機會去到1200咧？1600咧，2000咧，佢都係有可能㗎。但係佢一定係符合呢個結構㗎。5日線回踩翻20日線再上，破咗20日線咧，考慮要唔要止蝕。下方就有60日線做支持。但係破咗20日線咧，可以考慮止蝕，可以考慮離場。唔係話即刻要做決定，但係如果個方向往下走咧，咁你就要考慮要止蝕啦。即係短炒都係咁樣嘅原理，因為你係短平快啊嘛。20日線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標準。如果止蝕嘅話，我哋用翻 ATR 啦，都有講3倍 ATR。睇我呢個圖我都有寫69為之一個格仔，即係計你70，即係我3個 ATR 係200，如果我夠940蚊減200蚊，我734蚊呢個位置。如果呢度跌翻734蚊，我做咗個 M 結構 M 頂，咁呢個位置734蚊破咗呢個位，我要考慮止蝕嘅。所以係好科學嘅，其實係好科學嘅一個量化咗嘅一個方法。拉高如果呢個位呢個900蚊打到呢個位置係可以考慮止蝕，但同時間另外一啲賣盤就會企呢個位置考慮要唔要入場。所以呢個位置就係牛熊分界位，如果佢破咗落去咧，就係止蝕啦。升翻上嚟咧，就係新嘅主升浪啦。咁所以實質上我哋好多嘅情況下咧，要去考慮呢啲二類買點。舉個例子，77097709就係一個拉升均線二類買點，拉升均線震完二類買點，拉升均線震完第二類買點。咁呢個位置再往上拉，可能拉到200、300唔知，但係唔會話太擔心，即係話我哋有現金嘅情況下，冇持貨嘅情況下，我哋係喺呢啲26均線嘅二類買點度揾機會。拉高一輪創新高就走，跌翻落嚟，拉高一輪創新高就走，跌翻落嚟。咁我哋一年可能做3到4個波段，其實都已經好唔錯啦。你睇呢個7709一段120。有一段50，
170啦已經。呢度一段，呢度已經係65咯，170加65，差唔多係240、230、240。咁你喺4月份咁樣去做幾輪嘅話，你已經200%嘅一個空間啦。咁所以一定係要識別趨勢，然之後調倉換股。如果嗰啲股係喐唔喐嘅，又冇乜預期嘅，就真係可能調倉換股可能會比較合適，即係揾翻即係當前市場比較強嘅一個方向。即係一般上嚟講，我哋可能會3個月會調整一次，即係話春季夏季，而家夏季咁樣存儲最強，可能做到秋天，做到8月份。咁呢一個時間，即係我哋講緊時空價量啊嘛，時間即係個周期空間，佢有冇上升嘅空間？佢仲有成交量夠唔夠？有冇人玩？有冇資金？有冇槓桿？韓國嗰邊而家係全民上海力士上3證，然之後最後反映出嚟嘅係一個成交價格嘅一個變化。成個體系係好完善嘅，即係我哋睇到個空間就係跌夠咗啦，入唔入幾多，拉到去邊度，拉到去200、300一個空間俾到我哋。拉新高好減啦。跌嘅時候我哋係諗住入，唔係去走。升嘅時候我哋先去分批減，唔係我等新聞再升嘅時候咧，我衝入去。呢啲就係接貨啦，呢個位接貨啦，呢個信號就係接貨啦。跌翻去20個均線，即係我哋散戶有嘅係咩咧？有嘅係時間，時間永遠係唔缺嘅。你最值錢係你嘅時間。你嘅子彈係有限嘅，你嘅資金係有限嘅，你係以小博大嘅。當然我唔會去同你講輪講 call 或者 put 嗰啲一日翻10倍都可以。先教你呢啲基礎嘅股票一啲運作原理。資金博弈買賣，跌翻落嚟呢個位吸，呢個位拋，唔係呢個位吸，喺呢個位拋，呢個位慢慢吸翻啲，拉翻上去創新高，出新聞嘅時候就去拋。出新聞嘅時候應該係要撤退，去等待會暖翻20日線之後，我哋再去入。其實買點唔係好多4月份一次，4月30號一次，5月尾一次，6月頭一次，而家6月尾又一次。咁下一次買點可能應該係企海力士7月10號話要上呢個 ATR 美股 ATR，咁應該7月頭應該有一次，即係我都話到俾你知幾時會有呢個買點，喺度拉高然之後回踩，大概係7月頭應該有一波大跌，即係拉上去一次再跌。所以佢上 ATR 嘅話，佢肯定會有一啲影響，但係而家唔影響我哋而家吸貨或者而家部署。今日講都比較多心法上嘅一啲教學，今日都個市都冇乜好講，講一啲教學上嘅方法。ATR 就係3倍 ATR 止蝕，呢啲冇好講，呢啲都講過啦。都係嗰句咯，搞明白自己需要啲乜嘢先咯。你係做短線定做長線？你嘅止蝕位喺邊度？你拉好安全帶，你都係啱嘅。你點做都係啱嘅，因為你嘅止蝕係出咗嚟。之後重複練習咯，一啲琴日講咗一個 Now TV 嘅一啲活動，用我哋嘅學習機。咁今日嘅復盤就到呢度。多謝大家嘅一個收聽。有問題可以多多交流。